哎，这做的好精致哎。闽南哈。哦，这个看这个实际的东西啊，跟看相片真的感觉完全不一样。对呀，哎，这个是客家的佛房屋。啊？佛房屋。佛房屋。哦，这是围龙屋是不是？对。围龙，哎，这是不是在屏东内埔那一带他们的这个客家建筑哦？巧。我只在书本上有看过，因为他们的这个文物特色啊，在其他客家地区并不多见。我本来想说啊，哪一天要去屏东那边去走一走，没想到，哎，今天让我看到他们的模型，很特别哈。哎，真的很特别哦。哎，要不要来照一张相？好，来。我有带相机，好不好？来，留念一下，来，1、2，哎，笑，好 ，OK， 哇。好看哈，好看，好特别。我们再去别的地方看看，有没有其他的文物特色。好，走。哇，哎，这全部都是竹子哎。阿明姑，哎，竹编的篮子这么还用哎，很低嘛？哦，你说那个红色的那个是不是？哦，那个啊，叫做掐篮。掐篮。对。然后呢，在桃竹苗那个地方啊，又有人说楼嘎。楼嘎。这个啊，掐篮嘛，是我们这个客家人啊，通常像是家里面有喜事啊，或是像大拜拜之类的庆典，没有，我们就用掐篮嘛，去装一些这样生理祭品啊这些东西啦。哎，你看那边还有龙床哎。好久不见了。对呀，哎，我跟你讲哦，以前我们寒暑假啊，我都在我们那个阿公家里面度过的，因为在乡下嘛。然后我阿婆啊，就会用这个龙虫啊，做好多好吃又好香的哈嘎饭啊，哇，想到就流口水。跳啊，他刚演个饭了，真的没话说。被你一提哦，肚细腰嘞。不会吧？哎，我刚遇到你的时候，你不是才刚吃饱吗？你这样吃下去，小心你变成胎祖马。哦，那个他家饭又 Q 又香又好吃，都有母系的呢。哇，说的也是啊。哎，不然这样子，我们待会啊，全部看完这个展览之后，我们去找一个最好吃的哈嘎店先来填个肚子，好不好？好。所以各位，爱好哈嘎法才能够点到最道地的哈嘎点心哦。马是9层半菜包。哇，走。佛房屋，佛房屋，翕相机，掐篮，龙床，客家板，肚细腰。